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申请重回到国民党，再加上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全力恳请到赵少康竞选到国民党的党主席，将做这两天政坛正热的话题。即摆佫传出讲，其实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主动邀请赵少康登来国民党。江启臣嘛讲，希望有更较多赵先生会当登去因的国民党。今仔日赵少康嘛佫来表态，讲2022甲2024年伊无排除会出来甲人选举。逼宫的声浪还是很多。我没有逼宫，我逼谁？没有逼宫啊！我哪有逼他？我没有逼他。高雄前市长韩国瑜劝赵少康选党主席。70岁主持媒体人赵少康申请重返国民党，想要选党魁2022、2024嘛要来参加。2次不排除是哪一个角色？是总统角色是？也不排除。当选党魁就会离开中共党市长的职位，赵少康嘛评论现任党主席江启臣。有魅力？我认为没有，你认为他有就好了。是有没有魅力是每个人看法嘛，他不是没有魅力，不够了。国民党即摆规定，恢复党籍必须满1年，要有中评委或者是中央委员的身份，才会使选党主席。今年限制赵少康有话讲。只有他去年补选的时候突然搞这么一个东西来，那当然去年他是为了阻挡谁，我不知道哦。国民党因为每次那个办法，这个办法那个办法加一个宪政，都是要挡这个人、挡那个人、挡那个人、挡那个人哈。我不知道去年情况怎么样，但是呢，以前正式你去翻正式选党主席都没有这个规定。我也希望说，今天不只是赵先生未来更多的赵少康。都能够来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按算7月改选党主席，新任党主席由明年县市长选战的提名权，就看有偌济人会想要来选国民党主席。